现代人拢真无闲，真侪人有失眠的困扰，若困袂去，不妨讲会使食即个柑仔蜜。依照台北医学大学研究团队因利用即个乌球啊，就是即个乌球啊的柑仔蜜做即个实验。因讲即个乌球啊啦，每一工呢要困之前2点钟食差不多250公克，差不多2粒的乌球啊，就会使呢连续8礼拜，会使改善你的困眠的品质。因为即款柑仔蜜有即个退乌的激素，会使改善困眠。不过，即个营养师嘛讲，其实牛奶啦、金蕉嘛同款有即个效果。倒伫眠床顶变来变去，就是困袂去，尤其是更年期的妇女，因为荷尔蒙减少，容易失眠。失眠的风险比停经前是高3-4倍。不过，台北医学大学研究团队发现，困前若是食牛番茄，会当帮助落眠。北医大嘛找36名女性来做8礼拜试验，一组伫困前2点钟食250公克，大约是2粒的牛番茄。结果8礼拜了后，有这20个人体重虽然无明显变化，但是伊的尿液内面的褪黑激素浓度远出其他人的10倍，困眠呢冇大大的改善。多摄取含有色氨酸的食材，那是可以帮助我们睡眠的。比如说像牛奶啊、香蕉啊，这个色氨酸含量都还蛮丰富的。这样宣告嘛已经发表伫国际知名营养学的期刊，尤其是停经了后的妇女，在体内褪黑激素明显减少，要困之前食牛番茄对困眠有帮助。